继续来看中华园林发生着死亡车祸，65岁阿嬷骑机车载着15岁孙仔去互医生看，要转去的半路，离一个路口要来倒弯，结果互一台直驶的小货车撞到，阿嬷夹落车骹，当场就无呼吸心跳，两马孙仔一个死亡，一个受伤。 一台双载红色奥多麦经过路口，准备要倒弯的时，向直行小货车拢无减速，直接甲撞落。65岁阿嬷骑奥多麦载15岁孙仔，两个人互撞一个拢摔出去。附近的民众听到车祸小浪声音，拢互惊到，紧出来查看。救护人员赶到现场，发现阿嬷甲奥多麦拢互夹入去小货车车骹，袂颠袂动。 大家做伙出力，才将阿嬷救出来。车祸发生伫中华园林，65岁阿嬷当时在孙仔对诊所准备要登去厝的时，撞到死亡车祸。双方无酒驾的情势，那本分局在此呼吁，用路人行驶到交叉路口时，应减速慢行，注意周遭环境，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。这个阿嬷规身躯骨内所在骨折，当场无开，送病医了后也是救无回来。好在迄个孙仔是骹手擦伤，无生命危险。警方初步判断，可能是阿嬷在倒弯的时，无照规定让直行的车先行。阿那在骑小货车，加速经过路口也无减速，双方调水接近，警方继续调查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